其實咧就係出成隻空嘅拍下佢啫嘛，靚女。關鍵喺度啊！呢、個2013年最深嘅山機，咪真香港最關鍵排龍啊嘛。呢、個叫做原子西單向排龍，唔使擔心咯。空氣抽得出落翻嚟，即係只一個 size 喎。今日有散裝同埋套裝，散米38蚊個嘅，套裝100蚊3隻。琴日又送一隻，今日啲男士啊一個個買幾套嘅喎，因為咪仲要收其他嘢啊嘛。今日送到一隻1、2、3、4、5隻100蚊，係啊，今年嘅 last day 啦咁樣。呢種㗎花唔同，你中意得邊隻花我都有，你全部中意呢隻花我又有，全部一樣嘅嘢。size 一模一樣都寫住㗎。今日入呢個咪20蚊一隻，係好大咯，全香港都冇咁大，仲有好靚啊靚女。買真空袋最關鍵呢下。我唔需要鬥費水蓋啊！屋企咧知唔知地方細啊？你抽下真空袋嗱，我呢個真空袋折得㗎，真空袋靚唔靚一折就知㗎啦，有把牙折㗎啦，火都燒得，唔可以用佢着火呢個好啊！循環用㗎，冇揾舊證紙。屋企除咗呢啲棉被啊，屋企有冇呢啲啊？喂，用棉褸啊，有90%空氣啊！你唔抽真空幾件掛到依個冇嚟啦，包皮。我呢度揸咗2件落去，翻屋企冇揸2件咁嘥，先頭啖尾啖6件，一齊就拖落去6件啊！以前6件衣樣啊，要帶半個衣櫃掛，依家一隻真空袋擠細㗎，成張紙咁薄，啲衫又乾淨，擠衫又冬天轉夏天，夏天轉冬天，開架啦開咗，唔好要呢個位開，呢個邊開，將2條防盜膠邊搣開，俾啖空氣就得㗎啦，有幾殼俾翻你，有幾軟熟俾翻你㗎啦，擠衫冬天轉夏天，10件一沓分4沓40件。一隻真空袋相當於一隻大隻100幾蚊一隻嘅膠箱都用唔㗎，一隻真咪話你冇膠箱啊，大袋變細袋咁擠衫咯，知唔知啊？中間留翻牙位咁擠衫咯。